我係盧彩怡，學號係 HC215018，負責設計 Lesson 1彈性的秘密嘅教案。我嘅教學設計緊咗小馬莎利諾學校做私教學校，原因係我覺得呢間學校中規中矩，學校有適當咁俾時間小朋友去上多元化課程，得到良好嘅身心發展。簡單咁介紹下呢堂課：一、主題引入，教師先攞出茶點蛋糕盒，然後剝咗上面用嚟固定嘅兩條橡皮筋，特登再令橡皮筋彈飛，叫幼兒幫手執翻，問下佢哋：你哋估下我會用手上嘅兩條橡皮筋嚟做啲乜嘢呢？之後即場用一條嚟紮邊，另一條嚟整十角星，重新激起幼兒對橡皮筋嘅興趣。二、主題發展活動一，主要內容係教師會向幼兒派發一啲橡皮筋、繩同埋壁球，俾佢哋上手摸下、拉下、彈下咁，先叫佢哋討論彼此嘅想法，引導佢哋用完整嘅句子表達自己。然後就會有個小結，用力拉橡皮筋會令佢有明顯形變，放手後會回復原狀，所以橡皮筋係有彈性嘅。另外將壁球彈落地下，壁球會反彈，冇明顯形變，所以壁球係有彈力嘅。至於繩，無論用力拉同埋彈落地下都唔會產生形變同埋反彈，所以繩係冇彈性同埋彈力嘅。活動二係遊戲彈力跳跳跳，教師需要提前將黃色電線膠紙黐喺課室地下，將課室分成兩個區域。呢個遊戲係要幼兒企喺黃線上面分辨 PPT 上面嘅物品係咪具備彈性或者彈力。如果物件有彈性就跳向左區，有彈力就跳向右區，冇彈性同彈力就繼續企返喺黃線上面。三、總結，叫幼兒返屋企完成科學活動小冊子，同埋揾有彈性、彈力同兩樣特性都冇嘅玩具各一件，帶返學校同同學仔分享。Lesson 1嘅教學設計到呢度就完，有請負責 Lesson 2嘅組員。